今日高雄的内门有一个特殊的文化宋江大宴，伫今仔日闹热办桌。今年是由在地新生态总铺西带领推出10项手路菜，去引价共50度的民众来体验。多家香港的好皮红肉，也阁有项新鲜的良好石斑。高雄内门一年一度的宋江大宴，16正式展开一道8800块的手路菜，也包括翅羹、佛跳墙等10路经典料理，吸引50度民众来体验。就是比较古早味，对啊。最喜欢的哪一种？鱼翅羹啊。最期待吃到鱼翅羹。对对对。为什么会想要吃到鱼翅羹？就古早味的东西嘛。对啊，就爸爸妈妈也喜欢的。今年内门宋江店为初九到20时，伫基德市闹热展开，有精彩全国创意宋江店头大赛，得到文化部指定为国家重要民俗的罗汉门迎佛祖绕境文武艺阵大汇演。同款封关注的宋江大宴是由在地新生代总铺西林基民化造，伫关田高校边仔的主文书院开道，体现我们内门传统的板的二路菜、鱼翅羹、红肉、虎皮风肉，还有南部最特别的霸气桶装冰淇淋，然后搭配我们的中南部下面养殖的龙虎石斑鱼下去做烤的。记者综合报道。